點解外傭喺香港病咗要僱主俾錢睇病？如果係外傭放假期間喺外面搞到自己病咗，咁對僱主太唔公平啦。OK， 有啲僱主咧就唔明白點解外傭睇病咧都要僱主俾晒錢嘅喎，因為根據呢個香港僱傭條例同埋標準合約，僱主必須要為外傭提供免費嘅醫療，無論感冒啊、牙痛啊、做手術啊，你哋都要負責嘅喎。因為咧外傭咧就係冇屋企人支援啦，所以法律咧就將保障責任咧交咗俾僱主。另外咧都可以提下大家咧就買下呢個外傭嘅綜合保險，唔好淨係買勞保喎，有啲危疾啊等等嗰啲嘢咧都可以附加上去嘅，其實都唔係好貴。例如佢買櫃唔小心跌咗落地，咁啊撞咗個頭啦，咁其實個保險咧都可以 claim 到嘅。工人姐姐咧都可以去呢個我哋香港公立醫院啦，同我哋香港人一樣咧，享受到平嘅收費。其實咧好多菲律賓姐姐咧就唔中意飲熱嘢嘅，中意飲凍嘢啦，或者煎炸嘢啦。咁其實你哋都可以提佢嘅，咁啊食翻啲均衡啲嘅飲食啦，咁啊等個身體咧健康啲啦，咁啊可能感冒病都少啲。如果你買足保險嘅話咧，其實咧都係唔使驚姐姐係特別多病啊、睇醫生啊等等嗰啲問題嘅。如果唔明白點解我哋要負責翻外傭嘅睇病錢啊，或者工人有詐病啊，或者等等嗰啲嘢咧，可以揾我哋金女送，揾我 Sir Henry。記得訂閱同埋分享同埋讚好我哋嘅影片喎。下條片咧，我哋就會講關於工人詐病呢個問題啦。咁啊，啱啱講咗以上咧，就工人有病點解我哋要睇醫生嘅問題啦。咁啊，如果遇到工人詐病嘅話咧，咁啊點樣處理咧？下條片我哋講，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